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23公司第2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台湾又搁传出新冠肺炎的本土病例，一个印尼籍技师伫澳洲后验出病毒，伊伫台湾10外岁后生嘛患着病。科化严重，高雄市劳工局提醒，因为限水无适通做薪水减少，头家通报劳工会使领补助。台湾一档有上万件儿童防疫大的通报案件，4月30是国际无拍囡仔日，儿团团体呼吁大家唔通拍囡仔。新闻开始来看，国内今仔日增加2个境外移入的病例。值得关心的是，华航飞机又搁有一名印尼籍技师伫澳洲互验出患着病，有2名接触者，一个是伊10外岁的后生，另外一个是这个技师的同事，2个人拢患着病。其中这个技师10外岁的后生哦，算是本土病例。因3个人捌做伙去过台北清真寺，未来会扩大来采检。来听指挥中心下晡上最新的说明。澳洲有一位华航的机师在澳洲被验出是阳性，这名机师是印尼籍40多岁的男性的男性货机的机师。那我们今天在采检相关的匡列者及采检，那其中2名接触者验出阳性，那今日确诊暗号分别是1090、1091。那1090是印尼籍10多岁的男性是该机师的同住家人。那1091为印尼籍50多岁的男性，那是该名机师的同事。好，那这个3位都有在台北清真寺的共同的活动史，那是否是一个群聚的事件？那我们还进一步的调查，也要求他们在这个礼拜。这个相关的就等于在室内的一个聚会的活动就不要举行。你说评估的风险有多高？一方面在那个的距离没有那么近，时间呢也没那么长那但是我们不敢掉以轻心了相关疫调都会持续来进行再来看美国、英国、南非的国际研究小组上新的研究显示，讲新冠病毒会透过气汗甲病毒传到肺部。咱国内医生是讲患着病毒敢会引起并发症，其实甲病人的免疫力有关系。另外，疫情指挥中心今仔开始开放警察、宪兵，阁有长照、社福机构的人员等对象会使来注 AZ 疫苗，大概有20多万人。进前美国、英国、南非的国际研究小组发表在口腔医学甲气候研究期刊的研究结果指出，有证据显示，喙脣当中的新冠病毒因直接为口腔的喙脣进入血液，然后往心脏，佮达到肺部。患者若同时得到牙周病，发生并发症的可能性，至少悬出无牙周病新冠肺炎确诊者的3倍，死亡几率悬出9倍。国内医师表示，病毒感染甲咱身体免疫有真大关系。若身体伫慢性发炎的状态，都会让病毒受体表现增加。病毒受体越多，这病毒其实感染的会更有效率，所以它病毒量会变比较大量。那病毒量比较大量，通常就意味着这个疾病会比较严重。国内新冠疫情控制真好，到底什么时阵解禁延免挂喙罨？进前疫情指挥中心就讲，至少爱60%的民众做完疫苗，个形成保护力，才有可能解禁喙罨。到目前，国内公费自费做的人数只有36000多人。医师就讲，国内疫苗注射率无悬，除了疫苗发展的时间短，各国一直传出各种副作用，落予民众有疑虑。那正是想要恢复到过去的正常生活，爱等全台湾6成民众有疫苗保护力以外，国内就是要有一个真好的食药物，就应考虑将喙罨摕落来。我们要达到的目标是让60%多的人有保护力，这是我们要达到的目标。那这个目标其实是困难的，因为全世界到目前为止也几乎没有人达得到。你只有2条路走，一个是你可以预防，一个是你可以很轻易的治疗。那大家就觉得这个疾病不是一个大的威胁。另外，疫情指挥中心指出，4月23开始开放警察、宪兵甲长照社福机构、社福照护系统人员甲受照顾者这对象来公费注 AZ 疫苗，按算差不多20多万人。目前各县市正在安排当中，记者综合报道。4月初开放鼻流旅游，目前有300多人参加哦。头一团就占1/3，刷来报名的人数就真少。为了要鼓励大家参加，按算要来放零规定，
有咱国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即马嘛会使报名咯。秘鲁旅游专案修法团访港出发了后，未放不如有期，指挥中心进行核定放零检疫措施，不需要加强版自助健康管理。观光局也佫决定放零参团身份，已经摕到台湾居留证的外籍人士也能参加。不过，爱是伫6个月内无出入境记录。旅游业者是乐观其成，因为过去为旅游票券平台大数据已看到，伫台湾外籍人士真介意伫海岛行程。非常多外籍旅客的询问，包括欧美都有，但是询问度最高的其实来自日本籍的旅客。那之前确实有遇到状况，是客人很积极想跟我们参加旅游泡泡，那可惜当时还没有开放。根据桃园机场载客资料显示，4月初1台湾飞北流班机载客113人，了后的4月初4、4月初7去的航班拢只有13人，4月初10回温到51人，不过4月17人数不够，来回航班拢被取消。加4月1扣掉上无线客，团客只有318人。观光局希望放零身份限制延期，较介意户外水上活动的伫台湾外籍人士参团，也继续甲指挥中心沟通，看是不是会个放零检疫。除了首发那一天比较好之外，再来都没有过半了。这个部分我们也是希望，在检疫的规定跟团费的部分再去持续的检讨。观光局分析，秘鲁旅游只要伫市场磨合时期。检疫放零，团费下降，参团身份放零，应该观察后续的市场反应，佮慢慢来检讨，作为刷落去6个国家地区甲台湾参详旅游专案的参考模式。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本岛伫这个月15爆发牛角节症头一个案例，农委会伫3天内底，苗栗以外的饲牛场都全部注好疫苗，对国外订的疫苗昨暗嘛送到台湾咯。农委会希望讲28后礼拜3之前，全国的牛拢会使注好疫苗。用低温保存的牛角节症疫苗，为订购开着会，领开1礼拜时间。22号下午8点外，为南非疫苗银行运到桃园国际机场，即个18万剂加贴卫生检所。23号半暝1点外，展开点收确认作业。中岛进前个已经由全台湾13县市防治所领转去住。农委会副主委黄金城表示，为金门的经验来看，验证注疫苗对防堵疫情上有效。大概1个礼拜以后，也就是完全没有再有任何产出有临床症状的这个病例了。也就是说，告诉我们疫苗非常有效。新北市南口这间肉牛场15号确认发生台湾本岛第1例牛角节症确诊案例。病牛已经扑杀，嘛伫3天之内完成苗栗以北饲牛场的疫苗注射。优先做的是骢牛，来是肉牛甲野羊牛。传出骢牛若注疫苗了后会出现牛龄减少的情形，不过这个实际注了后，陆龙表示并无上大影响。牛只身体的反应以及生乳的产能都没有什么变化。为着要把疫情控制来，避免摊开，疫苗会以上紧的速度来做，估计伫28号完成。但农委会表示，注疫苗无代表会当高枕无忧，农民嘛是要监控牛的健康。地方防疫所有原爱定期查访。目前也无法度掌握环境当中是毋是阁有带着病毒的蠓仔和神经传播源。记者郭俊霖台北报道。高雄的考化严重哦，澄清湖水库目前的水量存无到4成。高雄17开始，洗车场游泳池就已经先暂停送水了。高雄市的劳工局嘛表示，若是因为限水造成劳工的工作时间薪水减少，头家会使来向劳工局通报减班休困，劳工就会使来领就业安心补贴。原本乌茎秀丽的大鼻湖，即马煞看到草坪甲大甲劈开的涂骹，变成一片草坡仔，互民众看了真稀奇。水前的高雄煞一直无落雨，高屏溪南河沿的水落度提悬，嘛互净水厂无法度处理高落度的原水，才互水源来自南河沿的大鼻湖出现安尼的现象。澄清湖水库它有做一个这个导流幕，我们把南河堰这个高浊度的水，经过这个初步沉淀，所沉淀在这个导流幕的这个东侧，民众会看到底部的部分。欠水嘛影响到部分行业的生理。
高市府进前宣布，17号开始，公司立游泳池洗车业停止供水，真侪民众为着省水，嘛自发性的减少洗车，影响到洗车业的生意。大家有些环保意识的话，可能会对节水来说的话会做出响应这样子。对，所以对我们业者的话，业绩大概差不多掉超过30%有。事业单位可以跟劳工朋友去协商做减班休息。对，如果说减班休息的话，事业单位这边可以提相关的一个训练计划，申请充电再出发的一个训练经费的补助。高雄23号透早开旱灾会议，水利署长罗建成认为，最近台湾地区下晡的雷阵雨对高屏溪的水量可能有帮助，但市长陈其迈认为，目前省水的成效阁有改善的空间。会长嘛要求水利局甲自来水公司评估，是毋是阁有其他的水源会当开发。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因为欠水，即马中部一礼拜只送水5天哦，嘛积极找水源。目前伫市区有65个工地有地下水会使来使用，一寡水质较好的工地地下水哦，嘛拍算要甲水送到自来水的管线，5月就完成。过去超紧的时间，准备大厦边的管线，最近实在紧张。台南市区台湾大道边的这处工地，除了提供地下水源予民众来使用，所内阁会导入自来水的管网，提供成为民生用水的来源。台中的地下层都属于软砾石层，那含水量丰沛。那以水质来看的话，因为我们是麻园头溪的起源，会提供将近4万吨的水进到自来水的水网。经过自来水厂的过滤之后，供入大台中整个民生的用水。目前台中市区有65个工地将地下水提供做储集水来使用。例如伫台湾大道边啊这处工地，因为位伫麻园头溪的汇流处，水资源丰沛，水质真好。目前有12口的水井，每天提供3.8万吨的水量，预算5月底就会使完成。而台中地区目前实施供5停止，所有市区的民众被迫停水3天。一滴水都没有，我没有办法做生意啊！我所有东西都要用水，我只好去买矿泉水回来先占用。台南市西区的成平里，属于公5停止的假区。我们礼拜3、24点就会复水，不过一直到拜4下晡拍开水道头，毋是主要真细，就是甚至无水，踮加坡道来做生意，民众的生活嘛真无方便。当地里长表示，受到影响的大约800多户。大概8点多9点左右有来了一下水，那个水大概来了大概5分钟左右。因为它的管线管径，还有就是说用水人口的增加，大楼很多嘛，那用水人口会增加，那这样就会有影响到它复水的时间了。台水公司表示，这个地区小区有供水无断，加上附近店家还佫住宅真济，用水量嘛真大，再雨水就出现时间差，除了调节水流量以及水压，必要时阵嘛加强送水，减加对着民众的影响。记者台中综合报道。台南市政府最近嘛伫地下水位较悬的所在，准备要选几个工地来挖地下水，有伫几年找到会使提供民生用水的水源，一天大约有350栋的水，望讲会使对5月15就开始送水。这是为工地抽出来的地下水，真正看水是看落了真清。淹过工地地下水，大部分拢是由在意垃圾袋，结果伫个工地是摕来洗东洗西，或者是填涂骹。不过因为即马欠水的情形真食力，市府头壳是动了真紧，甲抽出来的水摕来做检测。初步伫个规人迄骹斗的一个工地，找到有符合民生用水标准的水源。有确定有13处的工地可以提供抽出来的地下水，过滤之后纳入自来水的系统，初步估计一天可以取出1.5万吨。头一个所在的工地检测出来的水质，互公务单位是真有信心，只要过2月，就会当直接供应予民生用水。接落来还佫有10多大工地的水，嘛会做检测，5万一天会当增加15000吨的民生用水。水源像再生水又不能够做饮用，那这个建筑公理所又冒出来的地下水，事实上是可以符合这个自来水的标准。我们将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直接进入自来水的系统。台南市长黄伟德要求相关的单位尽量找水源，嘛注重欠水甲调度，以这3大原则来对抗可换。淹过大型建案的地下水，大部分拢是直接倒掉，不过即马一点一滴拢真珍贵，而且嘛真需要民众做伙来响应准则用水，共同度过欠水的难关。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立法院最近换新的监视器，也毋过国民党团质疑讲，敢若在野党的办公室外面有装，民进党团就无。佮质疑讲，监视器佮有录音监控的功能，是想要做政治侦防。也毋过立法院的秘书长林志嘉是解释讲，立法院所有的监视器拢是换新的，若所有党团有疑虑无想要装，会使来签切结书。立法院最近做监视器替换的工课，不过国民党团质疑讲，按监视器有针对性。国民党团办公室门口拢总有4支监视器，下骹2台白色的都是新型的监视器。国民党立委指出，这2台监视器有录音、夜间视线、人面辨识、远端监控等等的功能。民进党团并无安装，这个新的监视器就正对国民党的党团，因烦恼讲出入办公室甲对话拢会叫人录起来。这个立法院是咧监控在野党要进行政治的侦防，早起几个国民党的立委是话讲要甲监视器拆掉。新增加的2支监视录影器有录影，还有录音，还有远端可以监控。在立法院的保六总队，你们必须得跟社会大众以及国民党团来做个交代，你们为什么要对国民党来做政治侦防？目前国民党团甲民众党团外口新型监视器拢已经安好势。民众党立委高虹安质疑讲，考虑到安全的因素，立法院秘书处要安监视器进前应该事先沟通，嘛应该明确规范监视的画面使用的范围，避免加做政治操作的工具。你进到哪一间办公室都可以清楚的被拍摄到，那这当然也会觉得说，其实确实如果有这样的摄影机全程监控的画面，是确实可以做很多的一些政治的一些工具。因为已经时间到了，我们就是把它换装，就这样子而已。所以这个就是很单纯的事情，没有特别的说要增加什么，绝对不会有声音跟脸部辨识，这个是我们很明确的。立法院秘书长林志嘉表示，监视设备是立法院例行替换的工课。除了民众党团外口，也是今年新安的立法院所有的监视器装的所在，全部拢比较旧的规划，为民国93年一直到今。若是国民党团无想要安监视器，会当签切结书卖装。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国军汉光37号电脑兵推今仔举行隆重8天7暝哦，史上上长。国防部是指出，演习模拟解放军侵犯咱台湾各种的可能。另外，中科院伫昨暗嘛伫屏东的9坪的基地，甲东海岸7尺飞弹。军事专家是判断讲，这应该是新型的天弓3型的飞弹。国军汉光37号兵推23开始，要进行8天7暝史上上长。国防部指出，这摆兵推是逐天连续24小时复合式兵推，以上严格敌情威胁状况，模拟强军犯台各种可能行动。国际情势，还有政治状况，还有经济情势等等这种情境想定，也可能就是包括友军的一些协防或是联合行动。国军最近5年汉光兵推形式一直改变，因应解放军自2017年开始增加真侪机舰鸟台，兵推的时阵就以 F-35等新式战机应敌。2018年开始，无过以未来式做背景，该台海当前敌情做基础。2019年将中共假信息作战加入兵推的项目。去年佫将强军部分中部战区部队纳入环台兵力，兵推当中现实状况会正做重要的建军参考。因为汉光实兵实弹演习会伫7月开始，按算动员8000名后备军人参加。考虑疫情风险，第1年无邀请美国方面来台观摩。火光冲破夜空，20日暗时，中山区海警局园伫台东试射一粒无限管飞弹。过去中科院试射火炮，拢会出现伫南苏外海的解放军情报群，这摆无出现，军方研判可能是因为风台。它大概射高4万公尺到5万公尺左右，很接近所谓的天弓3分成型。根据气象所公告的射击通报，这个月2日到29的其中4天，中科院拢会伫东南部海空域做火炮试射。另外，国防部继续向美国前出买的 AGM-158远距强力飞弹，美国方面是不是会卖予咱？美国国务院是低调无表示。Our support for Taiwan is rock solid. We continue to have a dialogue with Taiwan. 普莱斯表示，对台承诺，美方会继续甲盟友合作，维持台海和平和稳定。记者综合报道。
行政院之前开放予企业出钱，甲国发基金会使做伙伫各地大学来设学院，培养人才。早起嘛针对草案来做讨论，立委佮学界拢认为讲，为了避免中国的影响学院的资金来源应该爱规范，袂使有中国的资金。研究学院非租借。研究学院非租借。大声发着爱互师生参加，完善监督机制。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员会初审通过国家重点领域产学合作加人才培育创新条例草案，开放企业出钱，加国发基金共同伫咧国立大学设立学院，以独立的人事编制加财务设立研究所。严国学界针对监督会组成提出几多项担心。立委表示，目前草案的监督会代表包括政府代表、研究生代表、产业代表、校外学者专家等人以外，也应该按纳入学生会代表。教师代表的产生也必须要尊重我们各校自治的部分，他们必须要各校来自行做定。那学生会代表或者是研究生代表的部分呢，其实我们应该要经过选举，或者是由大学法所规定的学生自治组织来做产生。监督会里面也是政府代表1/3，也是其他的全部是校长提名。我们到底要相信校长到哪里？学者讲，这项条例就敢若是伫咧国立大学内面办私校，解除现有30条法律的限制，形成国立大学的校中校，以免纠纷兼裁判，更加应该爱有独立的监督机制。民团是讲，中美贸易战会让看出世界各国对半导体重视，严过咱国内理工科技的人才却减少20%，国家的科学研究人才明显无够，其中一个原因就出伫咧学校。不管是研究生担任教学助理、研究助理，每个月可能领几千块的津贴，在这10-20年间，我们的这个基本薪资有提升，但是这方面是完全没有提升。另外，伫这群中资渗透的事件定定传出来，传讲有科技大厂挖人才。对此，草案的附带规矩是规定，国立大学设立申请研究学院的时阵，合作的企业不应该是中资企业，以免中资渗透，未来也会加强监督。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际新闻，将是世界地球日，全世界头人伫网络开气候峰会。美国总统拜登是强调讲，2050年美国要达成碳中和的目标。这个峰会是由美国主办，有40个国家的领导人参加，嘛包括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罗西亚的总统普京拢有参加。美国总统拜登讲要重新登记2015年的巴黎气候协定了。主导召开2天的全球领袖实现气候峰会，40个国家的领袖参加。最近甲美国关系紧张的中国、俄罗斯拢有出席。拜登宣布美国的减碳新目标，伫2030年排碳量要比2005年减50%到52%，会随采取行动袂孤单。These steps will set America on a path of net zero emissions economy by no later than 2050. But the truth is, America represents less than 15% of the world's emissions. No nation can solve this crisis on our own, as I know you all fully understand. We know just how critically important that is, because scientists tell us that this is the decisive decade. This is the decade we must make decisions that will avoid the worst consequences of the climate crisis.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讲，愿意甲美国最近努力减碳，保护地球。这样是拜登上任了，甲习近平第一遍伫同一个会谈出现。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中国承诺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时间，远远短于发达国家所用的时间，需要中方付出艰苦努力。这场峰会第一个议题就是全球暖化控制伫咧摄氏1.5度以内。德国总统梅克尔对拜登新目标表示欢迎，告诉希望各国对抗气候变迁应该随采取行动。欧盟讲，到2030年之前，因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至少会减55%。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
再来看印度第二波的新冠疫情失控，昨上新的数字显示，过去24点钟，印度新增加31万外的病例，是全球高一日为着病人数上侪纪录，阁有超过2100人死亡。BBC 的报道嘛指出讲，伫德里首都款哦，直接有6间病院酸素拢用了咯，情况是真紧急。真侪病人拢伫咧救护车顶头到上诉等待治疗。印度第二波疫情来了真紧，阁真凶。根据2日的统计资料，过去24点钟久新增加31万4000外例确诊，从疫情发生以来新高，也是全世界单日确诊的新纪录。德里的首都县至少有6间病院上诉拢用了啊。当地医生讲，其他病院尽量也出无偌多。हॉस्पिटल में बेड नहीं है, ऑक्सीजन नहीं है, मेडिसिन का ऐसा हो रहा है, टेस्टिंग के लिए इतनी बड़ी बड़ी लाइनें हैं, सुविधा तो कुछ भी नहीं है, कोविड के लिए कुछ भी नहीं हो रहा। 印度真侪邦为着自保，拢禁止运送上诉到其他地区，造成大拢伫咧蹲会。印度总理莫迪2日也为此召开紧急会议。印度伫咧2日一天计死亡2104人，一个创新高。会总场一直有尸体卷入来。负责人讲，若是死亡人数搁再增加，恐惊过几天才伫咧车路顶火化遗体。 सीमापुरी के शमशान घाट पे जहां पहले कोरोना के समय में 8 से 10 डेड बॉडी का जो हमारा एवरेज था और बहुत ज़्यादा एक दिन किया था मैंने नवंबर में तो 18 बॉडी का किया था लेकिन आज बहुत बुरा हाल है परसों रात को हमने यहाँ पे 78 बॉडी का क्रिमेशन किया और इस समय जहाँ हम खड़े हैं अभी शाम के लगभग 4 साढ़े 4 हुए आप देख लीजिए कि 目前印度总确诊数已经要到1600万，这个输美国，全世界排第2。专家分析。 第二波疫情会来了这么严重，主要是因为上早放松防疫措施。We were lulled into a sense of complacency because the various measures of the pandemic, whether it was the daily case count or the daily death count, or even the test positivity rates, all of them started declining from October, and by early January, you saw them plummet. To very low levels. 对疫情放松，大型的宗教庆典照常办，再加上变种病毒比1617来了真凶，搁真严重，和印度第2波疫情强要失去控制。印度自4月15开始，每天新增加的确诊拢超过20万例。根据印度上险的病毒指数的分析，比1617是最近60天印度排名第3点看到的变种病毒株，占12%。 也是印度所发现的第2种变种病毒株，目前已经伫咧至少21个国家出现。英国伫进前已经宣布禁止对印度来航班降落。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辑。再来看英国的国会伫昨嘛通过认定讲，中国政府伫新疆对台维吾尔族人的行为已经达到种族灭绝的标准咯。英国嘛是伫美国、欧盟佮加拿大了后，第4个国会有一款主张的国家哦。英国有议员就呼吁政府讲，应该用国际法来阻止中国违反人权的行为。 几多位维吾尔族人加支持维族人权的英国民众，伫伦敦的国会大楼外口举牌抗议，希望英国政府加国会通过认定中国对维吾尔族人实施种族灭绝。由国会议员趁着表决讨论前的时间到场声援。 Today, we will continue to stand up to China, and we will join with you and with parliamentarians and others around the world to say to China, you will not get away with this anymore. We are calling you out. 针对中国政府伫顶个月以干涉内政为理由，加声援维族人权的英国国会议员列做制裁对象。英国首相强生迄当阵就公开伫咧推特发文，谴责中国伫咧维吾尔族地区严重违反人权，并且对和中国制裁议员表达支持。特别注意的是，虽然强生偏偏使用种族灭绝来对这边动机表示反对，不过除了在野的共党全力支持执政党所提出的动机。 所有议员身份的内阁官员差不多拢投赞成票。伫咧国际社会反应方面，美国伫咧政权交接了后，谴责中国迫害维族人权，是拜登政府正少数继续川普时代外交政策。另外，人权观察组织希望联合国介入调查中国政府伫咧新疆，也就是维吾尔族人所讲的东土耳其斯坦境内迫害人权的事情。
验过中国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身份。人权委员会也拢互记录正歹中国的名誉控制，联合国会当有啥物作为，有待观察。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辑。再来看咱国内的新闻哦，花莲市上志桥有140只石狮仔，之前有2只石狮仔碰见，警察哦看监视器发现讲，是有3个查甫，1个查某，故意甲石狮仔杀落去河里，这4个嫌犯各拢是军人。20暗时11点20分，3个查甫、1个查某的行伫花莲市上志桥顶悬，其中有人雄雄一直摇桥墩顶悬的石狮仔，隔天民众发现有2只无去，马上报案。本局受理之后，立即动员鹰眼小组积极的调查，并锁定有4人涉案。经过分析监视影像的画面，石狮可能是遭人推落河中。那本局员警也下河打捞。最后有顺利捞起2只狮子，并交还市公所。高开石狮仔全身拢是绿光膜啊！警方顺线找到嫌犯，竟然是空军伫台东防空613名第3连的4名士官兵。迄个暗时就后破坏公务，互民众拢真生气。恶气啦！军人怎么可以喝酒醉呢？对啊，那么漂亮的地方啊，为什么要不这样子啊？花莲市上志桥是伫90年代顶起，顶悬有140个用手刻的石狮仔，每一只表情动作拢无同，是在地珍贵的人文资产。它是用大理石去雕刻，大理石雕刻的，所以每一颗石狮子都是用人工雕刻出来的。对，都是人工雕刻，所以我们希望说民众能够一起来爱护这些就是公共艺术。目前受访的空军司令部是以新闻稿回应，这4个官兵迄一天是休困伫外口啉酒了后，无细致才杀到2个石狮仔。不过这石狮拢固定要杀到真无简单，所以警方也是将4个人以刑犯回顺罪移送侦办。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乐港职业灾害保险有保护法草案，早起伫立法院审议哦。上新的进度是草案已经出委员会，要交由议会来议讨，各党团来协商哦。早起毛乐港团体伫立法院门口开记者会，因呼吁讲应该赶紧来通过这个草案，望讲伫5月7日劳动节之前，会使三读通过，算是劳动节送互乐港的礼物。我们做成决定，进入2读，与相关提案并案协商。早起立法院长游锡坤伫议会宣读，乐港职业灾害保险甲保护法草案上新进度，其他委员提出相关版本进乎制度，并按协商处理，希望法案应伫礼拜5完成三读通过。早起由全国10外个乐港团体联合组成的职业保险单独立法推动小组，伫立法院门口开记者会，宣布职业保险法特别伫立法院三读通过。东海经济委立委也很心支持。大保的范围里面放进了家事移工，最后甚至连这个照护的补助，其实我们都把它给放进来了。雇佣关系并不是这么明确的，我们也都把它纳入在保险的范围。我们就算完成3读，这也只是迈出了一小步。后续的落实才是更加的重要。乐团表示，职业保险法劳工诉求10多年，对劳工或者是雇主拢有保障，其中扩大纳保范围，4人以下小公司强制纳保，有个新增加33万劳工受惠。投保薪水部分，有关投保薪资上限甲下限有个雇主负担，每人每个月计增加17块到57块，搁提升非典。加薪劳工职业保障，另外也提悬伤病补助，修法了后调整做2年拢是平均月投保薪水70%，以及适龄年金薪资会以适龄程度，按照平均月投保薪水给付等等。这部法案过了之后，还有很多相关的执法必须去完备。我们职安连线会一本着初衷，会强力的监督这些相关配套的措施，让这个法案尽速的落实。职业保险法要拼礼拜5三读通过，才应该赴伫5月劳动节进行通过。不过国民党团议员对部分条文有疑虑，议员爱协商。劳团呼吁职业保险法通过，会让台湾的劳动法进入新的里程，也伫5月劳动节进行，予劳工上好的礼物。记者综合报道。代替德鲁古河事故已经有11亿1000多万的善款了。执政方批评讲，善款的管理委员会中在面的代表只有2个人。卫生福利部嘛决定讲要来增加家属的代表，上侪会使8个人。善款是要安怎来分配，就要等家属代表产生了，再开会来讨论。
这个月初，代替德鲁古自强号发生败裂的意外，造成49个人死亡，200多个人轻重伤。卫福部拢总收到11亿1000多万的善款，不过善款管委会委员的名单索取立委质疑讲，在面的代表敢若有2个人，比例伤过低，恐惊真做背书决议的工具。卫福部22暗时，搁一届召开捐款管理甲监督委员会临时会议，而且修正通过，会甲罹难者家属或者是伤者代表的名额提悬做2个人至8个人。例如说像八仙城堡啊，那个高雄气爆等等的这样子，那以及外界给我们的一些意见，就是希望我们的人数可以增加，我们是基于这样的一些原则。卫福部表示，家属的代表会透过1号1个社工服务来定顺因的意愿。若是家属的代表超过8个人，这家属的代表会互相讨论，上尾推派出代表。因若进前公布罹难者，一个人发1500万，伤者10万至700万。还佫有在场看到事故致死心理创伤的乘客，会当申请心理慰问金，若核准是一个人1万块。因若这个善款当时会发，要安怎发？要该等家属的代表的名单出来了后，赶紧召开委员会，才会做上尾的定案。家属跟伤者代表产生后，尽快的来召开委员会，那再听取整体的委员会再来讨论，那来做最后的决定。卫福部强调讲，百姓的善款拢会用伫罹难者家属甲因逝世教育的费用，伤者会照外伤严重的程度分做轻、中、重3级，嘛请专家来斗3工评估外伤严重的程度，希望所有的伤者拢会当顺利摕到善款。记者综合报道。这届台铁的火车事故发生，都有300多个消防人员投入救灾。意外发生的3点钟内底，佮甲外人拢救出来。也毋过因为火车卡伫崩坑内底，救灾是特别困难。未来亲像这种的灾难幕，消防救灾有啥物应该爱检讨改进的？咱做回来了解。4月初2 10点50分，吊伤的患者经过济艰难，总算对车手顶头红光出来。上面走上面，直接走上面，直接走上去。车手顶头成做唯一抢救的通道，搜救员爬悬爬低，直直通报乌卡的人数，也紧甲物资搁接入去。扛背板大缺，大缺里面大缺，接火，小心1、2、3具欧卡了，你们里面找怎么样？还有很多，还有很多。大哥，我这边2个红的，我们支援。又没有通风，所以他其实进去之后，可能10分钟，身体就受不了了，开始觉得很热、很闷。然后，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甚至还拿车厢内民众遗留下来的水补充水分，这样子。第一时间看到这么多的大体在那边，对，所以那时候是还蛮惊讶的。300多个消防员伫咧第一时间去到现场，不过下尖的崩坑未通风，搜救难度高，搜救人员过20分就要换班休困。受到挤压之后，整个车厢变形，它有一点变成一个局限的空间，因为我们同仁他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做一个破坏的一个操作点利用一些简易的电动的破坏器材来进行最初步的一个人命的救助了。上瓦近清水崩坑专属机随到救援分队的好人分队，去年在交通部的支持之下，送12个人员去瑞士、荷兰参加当隧道救灾模拟演练。这届有8个投入救灾，因讲包括用重型机具破坏、经车厢操作支撑的器材，到搜救员本身的心理状态调整，拢有应用到。其中以车体破坏救助的机能用上多，不过公路甲隧道的救援也是有正大的争差。公路隧道救灾，它的空间是蛮大的。单向的话，它因为毕竟还有一个避车道，它有一个空间在。最严重就是堆叠而已，堆叠它没有像火车那种的挤压那么严重那种程度，所以说火车的事故跟隧道的事故还是有差别的。南
岛德山的消防训练中心，虽望有隧道甲铁路救援的模拟场所，不过消防员坦白讲，实际作战的能力需要更加完整、真实的训练基地甲课程，才通伫咧灾害来的时阵有更加周齐的准备。记者阿敏、林雄泰华联报道。来看前国家喙癌队的成员嘉里科技，伫去年的6月份传出讲进口将近400万片中国製唔是医療用的喙癌，假做是命济的喙癌的賣哦。檢調查嘛發現講，負責人林明正其實對去年的3月份就開始對中國來進口喙癌咯，實在是真惡質。我刚开始加入国家队的时候，我以国家队为荣，但是我做到后面，我以国家队为耻。本地里接受访问的时阵，不过以喙癌国家队为体，嘉里科技的负责人林明正被检方查出，去年6月开始涉嫌进口超过395万片的中国製作的非醫療型喙癌，男的咧是命濟醫療型喙癌被起訴。伫最近，檢方閣在依照虚伪標記商品原產國的罪名，另案起訴。口罩它沒有標示原產地是中國大陸的字樣，反而是標示了Made in Taiwan 吼，那顯示是台灣製造，這個會有使人誤認產地之餘啊，有產地標示不實的情形。原來早伫咧去年3月底，林明正就涉嫌以嘉里科技的名義，申請進口比較7萬片的中國製造的喙癌。被採樣人員發現貨物標示 MIT， 產地標記有問題。林明正一甲檢方講，迄當陣用中國買生產喙癌的機器，就像新應這批喙癌做測試，並且要求伊愛最近買機器甲喙癌才有法度進口。不過這種講法，檢方無採信。不好意思，我不方便接受訪問，謝謝你。敲電話予林明正，伊正假調無願意加講。迄當陣，海關甲喙癌查到了，依照規定攏銷毀，無留入去市面。無想到講，讓3個月了後，林明正抑閣涉嫌甲上百萬片的中國製造的喙癌，攬入去是命濟喙癌。即馬林明正閣再有官司，案件由士林的地方法院審理中。記者綜合報道。高雄一間中醫診所涉嫌甲保險局黃牛鬥空哦，來詐領保險費，查出至少有20外個民眾涉案哦，詐領200多萬的保險金，有17間保險公司攏向申請賠償。接到檢舉刑事局南部打擊犯罪中心的員警來到高雄這間中醫診所，因為這間診所予人懷疑甲保險黃牛來合作，來騙領到保險金，還有健保的補助款。利用這個保險他們這個審核的一個時間差，在短時間內投保多家業者，讓這個商業保險業者來不及來審核而過保。那再以這個佯裝意外跌倒，譬如說在路上踩空或者在浴室滑倒等各種意外狀況，來向業者申請這個意外醫療的這個保險理賠金。南大表示，診所可能伫107年開始，就甲曾經做過保險員的黃牛來合作，找來年紀差不多是40幾歲的民眾，先甲這個保險的黃牛買到意外險等等，才金額較低、審核較寬鬆的保險。一個人買足儕間，佮利用配合的診所來開到診斷證明，騙這個保險金。而診所則是利用民眾來看診的時陣，騙到健保的補助款。初步估計，這不法的金額差不多200萬。金額最多的有多達新台幣50幾萬。那他因為他是用多次的一個投保行為，那向10餘家保險業者來投保意外醫療。院長今天有看診嗎？實際前往紅檢舉的中醫診所，員工甲鐵門扭落來，無願意回答任何問題。警方表示，受害的保險公司大約17間，幾乎是市面上會當看到的業者攏互騙。佇咧涉案的民眾甲保險的黃牛，有可能面臨上懸5檔以下的刑責，也是50萬的罰金。而診所的負責人則是甲警方講，伊有安尼做，但是強調敢若配合這屆，毋過後續嘛愛互依法法辦。記者王柳田、明昭寬高雄報道。再來看有一名姓詹的查某人指控講，伊昨去桃園的中壢路中，警察臨檢哦，結果伊後來被帶去派出所，佇派出所9點鐘，實在是真莫名其妙。也毋過派出所是表示講，警察會查身份，因為這個女士無要配合，跟袂警察，才會帶轉去派出所。後嘛以妨礙公務罪，該移送法辦。你為什麼要臨檢我？我做了什麼事情？你一直看我。我憑我經驗，你等一下，你先。你不要拉我！你不要拉我！
桃园市中立火车头后站，警察甲一个姓詹的女艺术家临检，煞引起冲突。这个姓詹的女性是真生气，以失去自由的9点钟为题目，伫网络顶铺文，讲伊行路要去排练场驾课的路人，去互警察临检。伊认为伊有权利未接受警方无代无志甲伊做临检，煞去互警方暴力对待，靠手铐带登去派出所。他说去哪里上课干什么？我说我为什么要告诉你？我现在很急，我要走啊，不然你跟我走好了。我有现行犯吗？你没有现行犯啊。很蠢。警方表示，中立区新兴路是治安的重点，警察加强巡逻，用好的态度依法查证身份。不过，这个姓詹的女性未配合，而且佫真歹声扫，乌白操这个执勤的警察，甲劝导拢无效，委就以妨害公务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其实查证身份只要民众配合，不用1分钟的时间。但是本案张女士却要我们陪同到其工作场所，不但不配合，还以言辞来辱骂我们执勤的同仁。到底有专无专，这个我们就要看现场的一个人事实地物的状况，到底有没有让他值得可疑、怀疑或是违法的地方。学者表示，警方要甲民众临检，要有合理的原因，可比发现当事人看到怪怪，才甲临检，而且代志时间、地点甲物件拢要说明清楚，才会当甲探问甲检查。另外，现行犯抑有通缉犯，都一定会当做临检。若无根据宪法的保障，人民确实是有权利会当拒绝无代无志警察的临检，不过也是袂当乌白骂警察。记者综合报道。台东的卑南族部落抗议台东县政府要伫因的传统领域开发光电示范区，已经抗议真久了。县政府甲厂商的合约这个月23就到期，部落是希望讲会使终止合约。也毋过县政府昨声明是讲哦，这个光电计划会使搁延6个月，部落民众是真不满。这个月初期，日本较大地部部落的领导阶层甲律师到台东县政府陈情，要求县府甲厂商开发日本湿地光电示范专区。第23合约完的时阵，厂商依然无法度摕到部落的资商同意，完成开发程序，依法终止合约。这个1年的期限到今年的4月23号也即将要届满了，但是到现在，胜利公司还是没有完成用地的变更。不过，县府日日发声明，讲开发厂商正伫向内政部营建署办理开发许可的申请，是照顾合约内面不过规则伫厂商的理由保证。同意厂商提出等近6个月，不过部落对此真不满。这个光电案实际上，很多的争议到现在还没有厘清。那部落现在也都在进行所谓的民事诉讼跟行政诉讼的部分。较大地部部落会议认为，县府这边接部落的定证书，迄边如果同意厂商订立合约，无重视部落的声音，已经决定要伫后个月初7发动抗争，袂用针对全国第一个无摕到部落的同意，就伫咧传统领域开发的恶例。记者综合报道。卫生福利部统计，过去1档有10000多件通报的儿少保护的案件哦，真侪虐待者拢是爸母。4月30是国际无拍囡仔日，今仔就有真侪民间团体做伙开记者会，呼吁社会大众用爱来对待囡仔，唔通拍囡仔。建立一个不打小孩的国家。甲这个顶悬有写建立一个卖拍囡仔的国家，等等的儿童人权诉求的斗图全部拢斗出来，象征台湾人权向前行。几个人权团体23举行记者会，提倡打造有爱的家，卖拍囡仔的精神，希望家长会当减少体罚，用爱来教育。这次推动的活动当中，我们期待的事情是，我们透过整个运动的过程，我们要重新找回家长的主体性，重新建立家长的信心。那个信心来自于说，我可以跳脱被体罚的经验。其实，在我们华人的传统文化观念里面，有所谓的棒下出孝子，不打不成器。那还有父母成长的过程当中，也是经过这样的一个被体罚来修正行为的经验，所以以至于他们自己面对在教养孩子的过程当中，也很习惯性、自然而然就是使用体罚。卫福部强调讲，地方政府一年受理的儿少保护案件有到10000多件，有7成发生伫家庭内底，因那施暴者都是爸母，大部分是因为这些爸母囡仔时代都去互体罚的经验，对这种体罚的经验一直复制，佮出现的情形，这做妈妈是感觉真唔甘。就希望讲，阮真正规个社会会使练习以体罚代替刑罚吼。
停止暴力中后发生的循环。有越来越多的小孩被好好对待哦，这个社会才能够拥有非暴力沟通的能量，然后明白尊重友善对待每一个人哦，包括我们的孩子哦，是每一个人的权利。立法团体嘛，呼吁社会大众，其实大家根本就无需要定一天是卖拍囡仔的日子，因为囡仔自本就无应该互拍。嘛会伫30这一天，结合各界的力量，共同推动这个理念。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国客乡公所正对着时代哦，最近就开空拍的课程，带学员用专业的空中摄影机来翕影片，记录国客美丽风景。那么做回来看卖。国客有足侪山拿步道，国客乡所谓机会学习中心，只摆用空翕机，互学员会当家己记录国客山拿的水。学习这个东西，对我自己来讲是一个全新的领域，而且学习了很多。道路当中除了有美丽景致以外，也是希望会当结合花经过的季节，用这个机会来宣传这个所在。因为这边也是我们古坑的那个知名的赏萤步道，最近就是赏萤季节快到了，我们希望把这个步道介绍给大家。国客的山区有足侪步道，伫咧学员记录之下，毋但将这份美丽永远保存落来。未来民众若是想要看，嘛会当上网络来欣赏。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中大家的草册是顶港有名声，下港有出名。有人甲编草册减草一只叫大架草。台中的幸福社区希望会使来保留这种减草的文化，毋但鼓励民众家己来种减草，收成了后，社区嘛教民众安怎来使用这个减草哦，佮办展览，希望会使互愈较侪人来了解这项传统的工艺。手提一把咸草，甲黄仔插入去土里。大家幸福社区为着要保留当地咸草文化，连续几若冬拢招在地居民亲身捕田种咸草，居民也拢真热情。以前是少年咧捕是真好势，即马食老脚夹袂起来。迄杂草唔好叫发起来，爱落肥，这是免转药啦。要复育咸草文化，毋是遮简单。对种植、收成到编织真正的贡草、蓑草，每一步拢是社区居民家己豆豆探索。社区这回也特别和市区文化局合作，要办一个咸草的编织展，希望让更较侪人看见这项传统工艺。但是原则上，我们就是让这个令草工艺巡演展这个能够配合到。那大甲区这个令草文化是非常有特色的，我们希望说借由这次的一个机会，能够将我们大甲的令草文化能够再发扬光大，能让我们的年轻人来重视。社区表示，咸草上紧伫7月就会当开始采收。虽然今年种植面积较小，因也是坚持传统，希望让当地这个咸草文化会当继续传承落去。记者综合报道。为了推沙宝语来看一个台文系教授曾嘉颖哦，伊甲的囡仔创作的一好的故事，做成动画甲手语来出版哦，希望使分享予愈较侪人来看。谁会发出猫咪的声音，像一道容易？伫乌鸟形体头毛裤啊，曾嘉颖老师拄对台师大下课赶去幼稚园。今仔日要分享的，就是伊和伊的双生仔后生阿信甲阿定同齐创作的就好的厝。咱做朋友好无？我是伫咧流浪无毋对，毋过我这毋是鸟咧，我是石虎呢。故事主角号做阿少的这只石虎，希望向人类宣扬保护树林甲保育类动物的重要性。替阿少配音的，就是阿定本人。阿咪，你讲了足有道理，咱应该团结起来，甲人类表达咱的诉求。咱应该团结起来，甲人类表达咱的诉求。是囡仔因家己的这个故事，就应该是囡仔家己来讲。哦，伊即马可能是感觉足悲伤的，你即马爱有悲伤的一个情绪等等的，所以伫这个过程当中，我感觉这是较困难的部分。所以伊教的毋是语言而已。伊教的，佫有迄故事内底要教囡仔一寡真好的想法。曾嘉颖是台师大台文系副教授，是社会学者、音乐创作者，嘛是无语妈妈。
因为市面顶的音乐专辑和绘本，囡仔拢差不多现了啊。伊伫咧旧年向文化部请经费，甲伊甲囡仔伫咧眠床边编出来，甲追求自由、找找家己有关系的故事整理起来，成做绘本，佮来出有声册。落尾伊佮家己出钱做手机翻译。大家好，若准讲我是石虎。对我来讲，上好的保护绝对毋是黑白臭树啊！咱常常看到，比手敢若看起来就是翻译就简单，其实伊后壁有足侪学问的。这个学问是阮伫咧做这个手语的影片的过程当中，阮才学到。嘛，因为安尼知影咱手语朋友因真正需要是啥物。用当半时间创作3本动画绘本，伫囡仔的生活经验出发，也是曾家燕伫咧生活中实践母语的方式。伊希望当代囡仔有更较多元的阅读选择，也要和众人分享这项因对母语的爱。记者阿明金郑派文台北报道。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28度；中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1度；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2度；东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29度；外岛地区上低20度，上悬28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下礼拜下晡3点，咱再会。